She got a nothing open the well. Matu body, yeah. Shut it. Now 哦，我三仔无来玉里啊，玉里啊，哦，对，那个玉里啊，咱毋是要去罗山？对，今日吼，咱要去罗山，要去拜访一个，叫听讲较早是咧做建筑师的呢。啊，去因兜吼，因为家己做厝建筑嘛，应该伫因兜洗身躯是袂歹啦。有，免讲嘛是嘿。啊，毋过咱经过罗山进前吼，爱先来这个玉里。大我拢已经安排好势。我就知影你吼，喙看食四方啊。我喙敢有看？啊，无看，但是你食四方啊。有食四方。所以吼，来到玉里一定爱食啥？玉里面，迄百面的，百面鸡啊，嘿啊，一定。啊，这个玉里面吼，咱嘛爱先看卖啊，讲是安怎做面的，有一位苦生吼。我要介绍给你熟悉。你吗？嘿，看人是安怎做的。你好。我这坐来就看到因咧杀面啊咧，哇，真厉害哦，真溜了，好厉害。M 碰碰，你看，一开始就要先烧好安尼，再开始。再使出啦，那沙那炒油烧你都爱炒油啊。哦，即马无人要安尼做啊，无人要安尼做，太辛苦啊！你两只手来炒。因为我就是讲，咱做这面是搭的啊，像咱这面就讲无共。这就是上传统的油。上传统的啦，对，啊，就顶一代，阮爸爸迄个光绪到即马第3代。光绪年间，无啦，无遐久啦，无啦，光绪年间，无。顶一代，阮爸爸遐是第3代啦。你规日讲地成功迄个时代。阮爸爸是57年才来，他来顶下这一间店3天，然后自己自己慢慢去想怎么去变。掏给你，这掏给你，阮太太。大姐你，阮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安尼这老公人真好。国小的这种人，哇，很忠心。OK， 忠心耿耿，冤冤相报。恁两个是国小同学哦，有厉害呢。对啊，同学。小的姐妹会啊。哦，姐妹会啊，去当初啊，姐妹会你讲，你手莫过来啦，才画一条线，啊袂遐过来，较过。无啊，大落来了，困做伙。啊，伊当初啊，伊咧小学的时阵，伊就知影讲恁兜是咧做面的嘛。你知影阮兜做面啊，毋过阮伊毋敢来。哟，自细汉就爱做工课啊，拢也无佚佗啊，你嘛袂使去对。啊，你细汉就开始咧用这面哦。我国小就开始爱磨米粉啊。是哦，我会当小问者无，迄是油条。沙拉油。迄沙拉油。你才袂黏着啊。哦，才袂黏掉的。一般迄个自动的油，因为经过一个浸水的过程去冷却，所以它的面的香气就会不见。啊，咱那烧那炒油那吹风的时阵，面会缩大，它就会变 Q。会变较 Q 性，所以讲这是抹去了后才安尼吹好凉，你才会出。对啊，所以你甲一般外口的面都是有差异啊，就是讲咱的面就较 Q 性。有分别啊，口感无共吼。你会使。我讲这个面吼，用啥上好食你啊？你即摆意思是讲咱会当食现场的哦？我先试食一下。安尼就会。我先试的。即摆就先试啊？因为医生哦。是要一人一边吗？来，无啦，那有可能。阮大个无食进前，我无食啦。哦，无吃咸哦。我讲，伊这个 Q 多，这款的面做啥物上好，你知道？凉面。
哦，是不是？敢有人做凉面讲好也对不？是有，也是有，对不做这凉面哦。哎呀，哦，啊有人咧讲哦，玉米面就要食现场的，你若早等去厝的食，口感就无一定。阮那边，我也讲听讲有台北的餐厅去挂恁的面，阮全省拢有伫走，拢有对，啊，甚至于你去到雷山、哟，雷山绿哦，岛拢有。骊山有个好啊故，我唱了爱钱，爱钱。你甲看咱的少年师傅啊，足流利啊！榴莲，像这位少年师傅是，阮的公主，我就是公主呀。溜，饲料真好。真好真好。啊，伊是原本是咧拍球的嘛，对，真正是拍球的。伊就东华体育系的。系哎，爱当问一下无？哦迄个小老板你好，安怎称呼？绿凯，绿凯，阿凯啦。阿凯啊，你是安怎原因转来讲，甲爸爸斗做这？就是想说回来嘿，可以让爸爸妈妈可以出门啊。哦，较轻松呢。哎呀，居然是出自一片好心嘛。对。我从来唔捌出过门，做兵转来到50岁，我拢唔捌休困，30年逐工爱做，拢无出去，我唔捌啊，你做，过年咧？嘛无放假，无啦。啊，你过年时拢照做。过年时做搁较死，赶快做完才来。哟，我娶某伊敢嘛伫做啊，你就一定爱做。你是本身就爱做，还是讲5不离3、4、5、6、7、8种安尼？咱无做，咱的人客无物件好卖啊。对啊。我本来要卖面，这5天敢讲叫你卖咧卖胖哟。啊，好啦，啊无我就继续做啦哈。啊无，就是讲啊，伊转来甲阮斗3工，啊，阮就感觉讲啊，我会使小可轻松一哦，但是我看你也无啥轻松，我那是继续咧做哦。爱做。爱做，其实嘛是家己爱啦嘿。会晓会当借问者无？因为恁遮真专业，但是玉里咧做面的吼，含你共款的有几间啊？连我3间，啊无得照阮安尼做，我目前我知影是阮一间。咱一间尔。个人的做法啦，咱袂使讲别人安怎，无咱坚持咱要做的。拢好啦，嘿啦。大家拢足辛苦。拢水啦，嘿啦。啊，咱今日吼，就是要来学师啊的。阮师啊在遮嘛。无。啊，阮叫师啊来学师啊。无。伊是任何一项物件，伊若是在做，伊拢天才。譬如讲加比，伊就加比王；自拍，伊就自拍王。啊，若今日是做面，伊就是面王的。面王就好。哦免，唔免。哦免王的哦。唔是王的，王的迄是做面的迄人叫王的。哦，歹势。王就甲王安尼句号安尼，安尼做。安尼安尼咱来学者好无？学食菜啊咧。会使哦。起码都更一点搅拌。哎，为什么会黄黄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加一点食用碱，类似防腐的作用。可是我不加防腐剂。啊，这若拌好咧，拌好咱甲倒落来。啊，这做机器来讲，就是我结婚的时候，阮爸甲我换的第2代机器。哦。啊，到现在已经35年了。哦。啊，我问者，你若讲一工啦，上少出几啊斤？500。上少500。啊，大家的时阵上多一工出几斤？交1吨。1吨。过年的时阵1吨，全玉里的人拢转来啊，转来拢食面。啊，毋着一年几啊百吨呢？2、3。哦，无啦，这小本的生理，看这物件是咱讲实在。对。哦，你的表情变化真紧呢。你算算的，你一斤10块钱，咱10几块，你讲赚几块啦？对啦，真正赚无偌济啦。米粉啊，是毋是啊？人讲算毋免人工呢，无怪讲你无休困。我无法度休困，别人休困。这工课做咧吼，啊，不过嘛足感恩阮爸留这道互咱。500斤来讲啦。早4、5点就要开始做啊，差不多。暗时啊，你若讲做到5点，收对无？无，我5点收了，我暗时啊，该收销啊，顺点加啊，看因为爱欠啥物话，咱来补啥。哦，为什么这边就已经有一站啊？啊，我用这。即马甲食落了会搁较真实啊！哦，会搁较缩格。搁较缩格啦，爱经过4遍，你食面心的 Q 度，搁较 Q， 搁较好食。咱今日会当倒骹手是倒倒位哈？你感觉阮会当做倒位？你摸一粒看觅，你就知影，阮伫摸一工爱摸几啊遍。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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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敢若半包米粉尔，半包哦，半包尔。来这边，嘿，来这边，来来来来来来直接放上去就可以。来，哦，对。OK，很好很好。真正有重呢，足甜的呢。恁一工就要安尼几卷啊？一包2卷，一啊，包我一工敢若会使做60斤尔，因为咱这无呛水来讲较大心，啊，所以咱的利润无遐好。无啊，呛水呛的，毋是讲加水加重的，对不？哎呀，咱那就安尼，因为阮爸讲，咱就是爱坚持安尼做。啊你该做，你会定食这个我逐工食，有当啊早顿我毋知要食啥，我就直接咱来，我家己就买一撮仔面，我就去阮大姐遐煮煮啊。恁大姐我咱开几市场你卖水饺卖面，咱就既然来甲食，哎，不如来去找恁大姊好不？哦，好不？咁袂使。没问题，没问题。你千万唔通请，唔通哦，你唔通请，阮是有钱啦。我讲你唔通请，我讲你唔通。阮知是有大伦，你甲讲唔通哦，唔通，你讲唔通。无啦，我已经瞧就好，不是，唔通往请。我知影你巴肚开始咧枵啊，不过吼，咱就拢未开始做呢。头拄仔这足重的物件是我咧摕啊，啊无你要摕看卖啊无？啊要来学师啊，你拢未做，你就想要食物件，哪有较好的代志？为啥？台哥有力哦。啊，有哦，有吼有力对哦。讲个会使嘿。来，即马这面安怎甲揪起来？安怎做？哦，1、2、3，就安尼。你看到面了就1、2、3安尼会使。咱动作一定要安尼，尻川爱回一下安尼哦。来做，来，我感觉这应该介简单，因为我是歌手。你歌手，小弟是一个歌手。对，tempo 你好啊。好，预备起，弯下来，2、3， 2、3，是哦。哎，哪唱？咱唱现行看会使。好，来，起，変身は差不多啊！不要紧，小事。为什么你要叫我唱歌咧？这就是你的唔对啊！我若唱歌的时阵，就会分心，我若一分心，我就闪神，我若闪神，面就黑涂骹。所以讲你的歌 tempo 唔对。对啦，迄是3版的，1、2、3是我女做的。对，啊，看你来试一下。我来。我帮你唱，好不好？好，预备起，1、2、3。嘿。我有较慢一次啊，我有较慢一次。预备起，1、2、3，唱，来。哇，这届有较好啊，袂歹。水，对不？老师都无讲啊。你拢无咧停的呢？系啊。嘿，伊嘛是有失败的时阵，嘛是对咱来讲，嘛是一般摆啊，嘛是叮当。哎呀，所以人就袂当大主大意。乱棍拍死老师傅啊！咱两个乱棍啊，乱棍也老师傅啊，就拍死。咱这体验吼，我看咱的阿凯兄弟啊，无停呢 ，non stop 呢，non stop 无停过呢。我才想问一下，阿凯，你会想讲，看会当礼拜四啊出去佚佗的未？我会想说要跟女朋友去哪里玩。找朋友来家斗3工过无？有放假有空就会下来。嘛是来斗3工。安尼最好，这就我两天会带起来。哦，我讲即马吼，少年兄愿意帮厝的咧做代志的吼，做汉的啊。嘿，啊，真是啊，感恩呐，感恩因为你做这受够辛苦的，伊讲去接，哦啊，会当体会到老爸辛苦，安尼我继续这个好的物件，咱来团队。这个咱要体验一下无？就讲安尼手去拉，手你会使试看卖啊，伊会烧刀啦。我用看的，我就知啊。啊，少年的看无。但是伊敢看无？伊敢看无？我真正看无。来，袂使吼。来，这边吗？来。哦，有风呢。有风。惊者。这阿袂啊，这较凉啊。这边凉凉。较凉啊，你家凉看卖啊，伊这个。无这边凉面呢。哦，对，安尼就会使。嘿，安尼规完啊。安尼算规完哦。拍角啊，安尼拍角啊。我讲，我电脑用这手套用哦。
无好用，无感觉。无感觉。我感有觉。影要真枪实弹来。来，但是大个啊，伊即马即个就烧的呢。啊对啊，啊伊拿好我未烧的时候，我才手才落。系啊，即摆伊在手路就是阮爸的迄当阵的手路，啊我甲教伊即摆会晓。这个用面啊，有恁兜特殊的用法就对啊。对，你爱手爱面啦，手爱加落啦。你手爱加像你看安尼，有无？烧烧，加拖起，对无？哦，吼，安尼即摆爱落去啊！我即摆表演你看卖。来。对，安尼佫是做哦。啊我介烧。大你看这出烧的咧。阿凯，你有被烫伤过吗？他那个整个手都是烫伤。习惯了。啊，这种代志佫会当惯起呢？安尼恁姐，伫咧遮尔济这个开讲的这个话题当中，咱来安插一个，就讲当时咱去食面的。是啊，因为因姐啊住店内，哦，咱今摆来一个食看卖啊。恁姐啊住店内。啊好啊，安尼就好。我会看到。啊对。你们那天是不是有唱我的歌？为什么要唱我的歌？可以要收一点。那版权要跟谁？高丽菜水饺，如何？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吗？周健，这种 Q 弹还是 Q 底地吼，甲外口绝对无。绝对无共款的。这伫咧台北真正食袂到。食袂到，哦，有够好食的啦。只要是玉里的北漂的小孩子回来下火车，一定先吃面。是哦。这就是恁大大安尼吃完的，这个面的口感，日本人绝对爱。因那个迄个面啊，会讲好多地等去日本安尼做啊。有啦，捌有人讲甲冷冻了用迄保冷袋，啊坐到日本3点钟会到的所在，伊就是要早转去厝的。无我为日本食无安尼的面，哦，伊就是想要食故乡的面。安尼啦。大个啊！你去一个所在，啊，你就要去食迄个当地上爱赞的美食。啊，所以吼，安尼阮头拄仔嘛是有甲一个迄个玉里面吼，算讲是任务达成啦。是。啊，只不过刷来吼，我就感觉食一个咸的吼，你就应该爱食一个甜的。是。对无？无唔对。你有感觉讲迄个，你的胃即马目前为止就甲你有一个发出一个 signal，就甲你讲。你讲。袂对，你必须食一寡甜的物件。袂对啊。袂对。咱即马吼，我是头拄仔有先Google，这附近有一间咖啡厅袂歹。而且哦，迄内面的迄个甜点啊，哇，是哦，真正不哩啊好食。有啥物特色吗？这间哦，我嘛毋捌来过。啊，但是迄个网络评价听讲不哩啊悬呢。哦，所以你带我来看卖。对啦。咱做伙来佚佗好啊。系啊。来食者。啊，我就想讲，看有啥物特色啦，安尼啦，好无？尤其吼，伊的名佫真特别，叫啥？青山咖啡啦。青山 OK。头前啊，看到。这。来啦。啊，这。停。哎呀。咱做咖啡王哦。哎呀。哎呦。呀。够呀。看卖啊咧。就这间。Remote Mountain。青山的意思。 Very cheap. Remote mountain. 来，跳。What a lovely place! It's really lovely, gorgeous. 哇，欢迎来到深山。真有特色哦。你偏一个。It is coffee pang. 唔是啦，Hinoki 的。对，Hinoki ですよ。Hinoki 的气味啊。那Hinoki だよ。これは Hinoki ですか？ No， 台湾榉木。榉木啦。然后这个才是 Hinoki。哦，这叫 Hinoki。对，这才是 Hinoki。
我讲这可能就是迄个漂流木，啊对，一定是啊，嘿，这所在哦，装潢了真水，真有这个特色啦。真有特色。所以什么款的这个咖啡你是？什么款的咖啡咖啡？我们自己有产米，然后又有产咖啡，所以我把它染奏会变成一个米咖啡。哦啊，也蓝做会咖啡。哦，rice coffee。rice coffee。Yes, rice coffee. So elegant。什么意思？啊，不列高雅的意思。哦，不列高雅。什么意思？不列高雅啦。小等，你讲我问什么意思？你话讲，你讲我问什么意思？大家就是该讲的好啊。都是非常高雅的咖啡。非常高雅。拍者，有需要要拍不错不错。拍摄啦，拍摄啦。对。上好啉的，OK，咱试看卖好啊。想袂到讲，咱行出来这个听的这有无？这嘛足水啊！意外这嘛足水。我是看Google 的评价是足悬的啦。是这样。啊，不过吼，我即马就是头拄仔是歹势甲问啦。伊讲叫深山咖啡对无？深山。但是咱头拄仔是伫咧平路呢。系啊。咱并无入去深山，爱是为什么要号这个名？因为这有这种树啊有无？安尼为这看喙，袂输安尼。要入去深山的感觉，我是感觉讲每一个名一定吼，机关唱地称呼，其中必有缘故。我知影意思，你讲一定有啥物原因啦？对啦，那可能讲是以前华人馆的馆长叫做夏先生。真啊假？谢谢，感谢。哦，对，哎呦，是深山米咖啡。你这是啥？这个是米糊。米糊啦。米糊。我想让人家喝咖啡的同时，可以吃到米的不同的产品，所以有3个副产品在里面。你这不是个利吗？互利。家营互利啊。嘿，互利。哦，不怪啦，互利就是米，互利米是上好的。是哦。安尼你，这间咖啡店做几档啊？4年左右。哦，4年。我返乡4年左右。哦。然后前阵子是因为我爸妈有在经营，他们经营大概3年，然后我回来接手。啊，你主本做什么工作？原本也是做咖啡师。哦，安尼，所以回来到故乡，该开一间咖啡店。我外公自己有种咖啡，所以我想说自己回来接他的咖啡园，然后自己种咖啡。哦，好吃。因为我喊你啉咖啡，但是我拢讲这当拉哦。对，可以拉，然后喝起来会有点像燕麦奶的。燕麦奶哦。哇！哎呀！还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产米嘛，所以我们有米做的米80克。再看卖啊咧，这种该做的吼。是有古早味的风味。所以讲这不是米粉的，这是米粉。米粉加米糊。做这样呢？啊，这是米的布丁哦。果冻，咖啡果冻，然后下面是我们自己种的咖啡。哦，你若无讲这是果冻，我就是讲是肉丸。很像，但是是果冻。下面这是咖啡啦。嘿，咖啡。你是自细汉就住花莲吗？嘿啊，然后有出去读书。啊，你本来读什么？机械工程类的。人厉害啦，画图的。厉害呢。啊，像咱来白咖啡，啊，这个做甜点做得真好。因为咖啡是因为我外公他有种一甲大概1000多克的咖啡，然后不希望它荒废掉，所以回来接咖啡园，然后顺便因为这个咖啡厅就有了嘛。然后只要想说把它好好的继承下去，那我想希望他们来富里或是时尚里的话，可以多吃到我们的米的产品，所以想说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吃到不同的甜点啊，或是米食都可以。所以恁有这个特别的合作的做米的，你个做事人啊？我们自己就有产米啊。啊，你们有产米哦？对，我们自己有产米，但我们配合的是其他的小农的产品，像是茶啊，或是花草茶。哎呦！你有小农的花草茶，好喝要不要？对啊，有花草茶。你不是？我是大家应该对。我现在是甲问讲，恁敢真正有小农的花草茶吗？伊讲有吗？有啊。有吗？有吗？我甲问有无？伊讲我是有啦，问的。啊，你就是继续要多去问我啥？你要喝吗？对啦，因为伊个落尾过来甲问讲，你要喝吗？你要。啊，这个多我听有。
OK， 我要喝。好，那我去帮你准备一下。这有顺序的啦，你知意思？总袂袂种人无讲，我讲你用一个花草茶，我啉一，安尼无礼貌。这叫做复兴部落的花草大茶。芳花茶啦。对，然后那是丰滨部落的，因为想说帮他们一起推广。什么部落诶？丰滨那边的复兴部落。复兴部落，好。对。哦，你甲这个小农的合作，恁是有啥物打气？那个叫契作吗？契用是没有契作，但我们想要扶持在地的小农，帮他们设计他们的包装，因为有些在地小农的包装都比较 local，然后想说比较让它可以漂亮一点，所以你有设计？嘿，哦，然后就可以帮忙呢。一起设计，然后比较漂亮，然后在我们店里贩售。伊这想法最好的呢，在地小农拢咧种田啊，咧种物件，对啦，设计物件较唔知影。对。啊，伊替伊包装，替伊设计，无定叫你销路会变较好安尼。对。这好啊！哦，你对在地咱小农帮助真大呢。其实我也要感谢，因为我回来的时候2年前呢，因为其实我们这边要道路拓宽，会拆掉，但我爸妈他们不支持我去整修，因为他们一直说2年以后就要拆了，为什么还要再改建？然后我又等了2年，所以总共等了4年，所以我想说再做一次努力，所以要感谢农业的水保署，他们有支持我们年轻人，可以让我改造这边。这个是一个青创计划。对，就是农村好店，而我们是第2届。咱支持咱的这个少年人回乡，贡献咱原本成长的所在。敢唔是安尼？啊，大家拢去你都市打拼，啊，乡村啥物人要打拼？是，所以咱带来一首好歌，就叫做《回乡的我》。咱接偏了天。好啊，你搁唱，安尼就好。我会使搁听。OK。歹势。最后啉。最后啉。这间天主堂就是玉里的上出名的这个天主堂。伫咧这个世间，都有一群人咧，就是专门咧为着别人好的。啊，你讲这位是神父 Father， 老一峰 Father。He is coming from French。伊是1966年来，伊贡献伊一生踮伫台湾，为着这片土地，非常伟大。伟大的人，咱就爱看丹路对无？来，下大你小看者。先生，我拄则人送咱的这是黑木耳，欧摩子，欧摩子，啊，个这玉米面，啊，送回家里。但是咱玉米人，咱送玉米面，无紧啦吼，这是一个心意啦。你好。刘一峰神父跟我爹。哦，对不起，他出去花莲慈济医院看病。他去花莲慈济医院看病？对，不是他本人去看那个病友。哦，不是他看病，不是。一个人祈福。祈福。哦，记得啦，你敢会倒来？哎，会。无，咱就等一下好啊。咱等一下好啦，因为咱来见一下神父一下，因为是安尼啦，神父是神的代言人。是。哦，等着这世间为咱祈祷的，所以讲安尼吼，你也遮做啦。你爱想而且忏悔一下，应该是安尼。你有看到我去倒位做啥物歹代志、为非三者？唔是这为非三者，有当时咱的念头唔对，这原来是一种罪。譬如讲，迄个人伊原本无想要请你食迄个物件，但是你直甲人请来讲，啊，你收唔收这个物件？冇，你唔免提出来，啊，然后别人提出来，算信。迄算信是种思想上的罪，但是到落尾你原来是有食，我若去用扣起来，安就 guilty。哦，安怎意思？啊，歹势，歹势，我有炸一寡伴手礼来啦，啊，这是黑木耳。没有神父啊，先讲，对，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恁玉里面啦，玉里面哦，来，真的谢谢，也辛苦你们。哦，谢谢。不要请好你。陈妈妈，陈妈妈，你好，陈妈妈，你是那个轮廓很深，你是阿美，阿米斯，你好吗？是这个爱好，对，爱好，感觉，啊，你阮会使四界看看的，啊，再甲阮介绍一下，啊，好啊，可以。你来看卖啊，图书馆也可以到这台这是图书馆，哎，对，图书馆。啊，顶下是啥物？2楼教堂。哦，教堂。祈祷。啊，3楼呢？
3楼是我们的有些年轻人在那边睡，哦，有些年轻人会睡在那边。哦无家隔空。哦，哎，我今日赶紧咱看卖啊咧，吼，真正是感动的。你带阮来看卖啊咧，这是恁的图书馆啊。图书馆。不过这几年是被文监站借用。你讲什么文监站是什么文监站原住民就是70、80岁的老人在这里上课，教他们用。按照讲教狗啊。对，还有给他吃饭，那样午餐。平时啊，神父拢会来家。嘿，对。甲大家讲话啊。聊开讲啊。对。哦，甲安慰一下啊。哦，讲一句话人听啊。对。啊，咱的神父是讲台语吗？8种语言。吼，台语。台语、阿美、阿美斯，华语、英语，他应该一定会晓的啊，会法国人。还有布农族，布农族，哦都布农他也会呢。对啊，哇，叫相片呢？这位是神父。对，啊，这个是怎么办？哦，这就是你呢。哇，陈妈妈，你嘛真正拢伫家，你在这很久了。我认识神父也差不多40年，我先来，他后来才来。早上神父他每天都6点半就开始祈祷，然后就开始开车子，哪里有回收的东西他就会过去。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开就这些洗干。对啊，他养的太多那个无家可归的年轻。譬如讲有外口的人行过家，讲歹势 ，Father， 我今日无所在通好住，我会当来这住一暗。可以这样吗？也是安尼，很多人可以，很多人就这样。对呀，也造成神父也还是去找房间给他住。所以讲，咱若讲真正有需要再来，也是讲，你需要得到这帮助的时阵，你才来。对嘛？你唔通安尼搞面皮对？这个滥用资源，袂使安尼。咱主管就要定。啊，另一讲你有得到咱天父的爱的时阵，有一天你该回馈给这个社会。对，咱若有能力的时阵。咱也将这爱去继续去传落去，是啦，是唔安尼？嘿啦，神父你好，你好，小辛苦无看到。哟，歹势，我甲你交叉安尼，歹势。听讲神父也讲台语吼？小看尔。小看尔吗？哦，English is okay。Not too okay。歹势，我敢袂使坐，还是？这我知影神父做无用的啦。但是因为即届吼，阮是来玉里这个所在，啊，连面搁爱去罗山遐。哦，去点去罗山。嘿，连面才贵，嘿。啊，但是我就想讲，因为即届吼，大人呢特别跟我讲，这玉里有一位神父来咱台湾已经超过40年啊。超过应该50年啊吼。57、58年。 58年啊！哇，足感谢神父，会当来感谢台湾，会当来台湾，为咱台湾贡献你的一切，足感谢。嘿，即届来请问神父，当初呢是啥物机缘来个台湾啊？因为阮的团体拢是搞为这边，是去日本啦，还是韩国啊，还是印度啦。亚洲较多。在亚洲咧较多，所以我有写台湾。你写台湾？迄当初呢，你就知影有台湾这个所在。因为阮有杂志啊，介绍台湾的各种的情形啊，宗教啦，经济啦。啊，但是迄当初玉里这个所在更加较无遐开发呢。嘛感觉冇趣味啊，看到遮伊人的生活是真单纯。到台湾以后。再先来东坡家，一礼拜以后就去信德，学中文啦。中文、台语，迄当中拢是落尾才学的。也是后来才有。这厉害哦！台语应该是讲，甲这个民众定咧开讲，自然就会晓。对。是。不过我若知影，我一定要大声学台语。因为迄个时阵，囡仔拢是讲台语。都讲台语，对，较习惯的啦。对。这间教堂是当时开始，是你开始的嘛？不是我开始，我来的时阵。原来就有啊。已经有啦。啊，慢慢佫扩建安尼。对，佫慢慢换来底啦安尼。所以我个时阵已经开始做回收的工课啦。是。回收物件卖出去啦。所以咱即摆伫遮有回收物件，啊再生的物件。
啊收入这，哎对看会当加一寡收入，啊，搁有其他的什么对，有农场啊，我讲一个农场，对，嘛是咧种一寡有机的农作物。不对，我有较济生人的鸡啊啦，有生人的鸡，五百只啦，这是帮助人吃煮点的物件。生活会当请教一下吼，因为听讲恁遮三楼啊，搁有大人。而且是可能因都是流浪，或者讲较无所在，较无方你会提供房间互伊，暂时啦，暂时。因为有的人是对保育来，有的是对感觉出来啊。哦，感觉出因想要登记因经生人啊，因厝的人无爱，无要接受安尼。所以阮就甲因讲啦，住的所在，食的物件，拢有，也是工课啊，会使教互恁。咁过第四个是上重要。就要变成一个大家庭啊，因为讲就家来的时候，有大辈吼，所以有时讲，对啊，所以讲，来你说乖话啦，好，所以我你会讲，你袂使安尼哦，对啊，咱大家拢是平等的，就怪伊讲，阮遮哈，有一个大辈就是天堂呀，其他拢无，上大辈就是咧天天啦，天辈啦，对，大家接受安尼。啊，但是讲，发到你刚才遮台湾50几年啊吼，你会感觉讲你这世人伫台湾足价值的？非常有价值。民国55年4月14，我这阵离开法国到遮，尽量咧，配合遮的工课，遮的生活哈。所以讲，正经你是法国人，了后你就台湾。对，我起码是台湾人，对，忘掉。所以10年以前得到ID 哈身份证啊，所以我感觉我永远是属于台湾。不过我爱感谢台湾人，因为我感觉台湾人较慷慨啊。就是3年前，阮的所在拢收起啊，遐拢收起。过几2天升级的人甲我讲，哇，幸好有较济人请钱来2天尔，就有够的钱来修理收起的物件。发到伫咧讲吼，感谢台湾人，实在是台湾人爱甲感谢，奉献你的一生，伫咧这边土地。我听起来我根本流目屎，我已经流目屎啊，流出来，你知？我做感动，这个目屎是安怎讲？这目屎是一个对天父的爱，这款的感动，你知？是这样呢？受到你的感动啦，阮大明仔就准备要受洗啊。因为我马上要写婚书啦。哦，你要受洗，哦，受洗婚书啦，嘿啦。最后你用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的台湾人啊，因为我为遮过的生活是真好，拢是感恩的心情啊。感恩的心情，这拢是咱天父的爱。老天爷啊，也是恭贺所有台湾人。是。来过平安，无爱正经，对，因为台湾遐尼水，台湾人遐尼好，心里真爱祝福。天父会甲咱保庇，谢谢刘神。那有时间就过来。你一定爱健康啦！哇，我看到发到规身躯拢在发光。咱怎去天主堂有无？感觉咱的Father，老神父，我足感动的啦。系啊，咱即马小可有较暗嘛，咱去龙山是要去对啦，找一个有咧种米的啦。啊，这个是咧种米吼，种稻啊的啦，种稻啊啦，咧生产家己的米就对啦。生产家己米。对，啊，这个米，这个米农吼姓刘，嘛是姓刘，刘先生。哦。啊，刘先生咧，伊上特别的是安那，你知？伊上特别的是过去是做建筑师。为什么一个建筑师，伊会想讲要来种米，而且听讲伊会种稻啊啦，叫种稻啊，对啦。为什么修行啦？对啦，对，为什么要来种稻啊？啊，咱歹势人等遮久。歹势，我紧啦，哦，行。哦，这个所在呢，爬到遮悬，啊，佫无路顶。头前有灯火啊，头前有电火就好。哦，北面呢？来北面开。应该是这样，北面开的啦。是吗？遐里面啊，对，
是哩是哩，惊啦惊倒回去。我看了，我看的。哦就是这搭啦。哎呦。哦，到位啊！千山万水啊！哦，到位啊，到位啊！哎呀，千山万水啊！嘿，嗨，哇！你好，你好啊！哎呀，老陈，你好，你好。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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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光临大家。拍谁拍谁拍谁！啊，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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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智子。美智子。Michiko。日本人ですか？あ、すいません。日本語喋りますからね。すいません。初め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タイと申しますね。はいはい。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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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你好，你好。大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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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更新更新更新哦，哎，更新有健身，应该无开中医诊所。更新中医診所。歌詞漢方の医者ですね。医者さんの名前。不，你为什么讲日本话？啊，因太太是日本人啦。哦，本当に。あそうです私はショーですね。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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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谢谢谢谢。美智子さんは台湾にどのくらい住んでいますか？9年目です。あ、9年目ですか。高年来高年。今年已經第9年や。でも中国語は勉強する時間はなかったので、聞いた分だけ。ああ、聞いた分だけ。でも中国語の話の時は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すいません。だいぶわからない。だいぶわからない。すいません。じゃあいいんですかこれ。いやすいません。ああ。いや綺麗なこれ。一秒到日本ね。あ、そう。今日のご飯は酵素多めの料理になってて、だから食べた後寝れる間に体の修理をする。具合が悪くなったところが回復するように。だからご飯を食べる順番は生のものから。だから順番はどこから？サラダとかこのサラダ。酵素蔬菜。酵素蔬菜。哦，酵素的蔬菜。これは発酵させたものです。箱野菜ですね。そうです。これ野菜ですね。はい。でもこれは。お。すみません。これははい。パクチーは入れますか？あ、入ってる。食べれなかった。ちょっと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パクチーはすみません。パクチーはちょっと苦手です。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你会当translation一个无？我跟你讲，这是内底有更香菜，有西的丝。糟糕啊！是个，N C 的台语要哪讲？不是日语要哪讲？パクチー。啊，パクチー。哦。兄貴はパクチー大好きです。我就来讲，我ちょっと苦手です。はい。繼續講。我係考慮的。すみません。はい。啊，我们的酱油自己做的，然后这个有味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味噌。哦，红味噌。这个味噌汁为什么有较克淡无？很浓啦。很浓哦。太浓太。豆皮没有。因为豆皮在里面融化掉了。这个意思。东吹是两个人安怎熟？安怎熟悉？我们是在纽西兰认识的，在台湾男生的手被女生牵起来，这个很奇怪哦，对不对？就误以为女生对我们有意思，对不对？然后于是就在一起了。所以是讲伊先甲你牵你的手。对，但是他说他是因为看我很可怜，然后会迷路，所以就带我过马路。因为他不会回家一个人，迷路了。迷路。安尼搬来这个所在，甲你以前的这个工课、工课，敢若拢无相像。因为我会知影讲你以前是做建筑的嘛。我做建筑。我当初要读建筑，是因为我是小时候的愿望。我小时候是希望说，我们环境会使较好一寡。我迄段住中和啊，较比较混乱啊，铁窗啊，摩托车啊，然后你想讲看会当改变这个都市的这个模样啦。不过我结果就是大学毕业，然后进到主不受，我们盖的那种都是超级贵的那种豪宅。不过其实迄不是我喜欢的方向。我感觉讲，你就有建筑，你都无安呢？不是，我感觉有较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共生啦，会跟自然共生，对，共生。即马大家观念较改变。对，所以我才去国外念书。
就不小心遇到我太太。这是不小心吗？你讲不小心，真正是不应小心。该是你运气好吧？是哦，是伊运气好啦。你即摆讲你运气好啦，这袂使翻互伊听，连咩会生气？连咩这个袂使翻。那生气，咱就准备要来转啊。系啊，咱就可能明仔载就无得出去啊，这嘛有影，是不是？ Just joking。呀，我太太比较厉害啊。她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净化土地，很奇怪，怎么来台湾净化台湾的土地？我觉得这就很特别。有一天呢，她就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然后她是巴厘岛的 Green School， 她找到一块土地在自然环境里面，它就变成是一个小型的密集的社会，实验型社会，从食物开始就是有机无毒农药，然后加工上去也都是无毒，都没有毒。那它的自然教育就变成是让小朋友就是开心的成长，就是没有很多的竞争，没有很多的补习，然后就是学习在自然界里面生活。就譬如说我是传统的就是建筑教育这个流程上啊，不过。像是我到了国外之后，我严重的发现，除了建筑领域之外，其他一窍不通，就无知到了很多的状况。我就跟其他的国外的，像意大利啊，然后德国各个国家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谈哲学、谈艺术、谈音乐，完全不行。然后生活也不行，什么是美食，这完全不行。但是在专业领域，我们很行，我们是。站在很前面，我了解。那这样子就不太对劲。安尼是讲，咱可能知影安怎求生，但是唔知安怎生活。对。算讲是已经有踏上这个开始行恁的这个有机之路，是这个意思吗？阮唔啦，干那咧做有机这项代志，有机干那是土地上来的那一层，它其实一个社会体，它是有很多的层次。堆叠起来，因为第一件事情我们谈自给自足，所以我们谈食物自给自足、住房自给自足，然后我们希望能源自给自足、财务平衡，就是说，当人这一块是能够去满足自己的时候，那其实就能够更容易去找到自己。只要那你会经罗山这个所在，因为花莲也是讲台东嘛，真侪所在像咱。森林小学安尼有这个环境安尼啦，你安怎是爱选这个所在？阮车开2年的时间，台湾阮就一直踅，一个乡镇一个乡镇，骑着摩托车，咱踅，发现这边是一个上到家，这边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然后就来回5次，5届，就讲家应该就是家了，阮就安尼开始的。赞！明仔载会当含你做伙来欢迎啊，去了解一下，看你安怎种这个米，这个米真正嘛是足好食的。种稻啊，谢谢。对啦，歹势我今日就讲种米，种稻啊啦，看恁的米是安怎用的啦。这边这竹啊，安尼用安尼是要创啊？咱小安，阮拍算要来挂竹啊，然后挂在上面让它风干。我就是讲要烘猪肉，结果我想的，因都袂去体验，要安怎食猪肉？是毋是？是啊，结果是要拍这个猪啊，对啦。你捌过个猪啊？我有迄个插秧，插秧过，但是挂猪啊就唔捌。唔捌，因为以前若挂猪啊，拢有国军啦，会来挂猪啊。国军来斗相共哦。这是我是唔知，但是以前阮北投遐是有。拍迄个猪啊嘛是有啦。即摆较无啊。你有要体验一个？当然咯。挂猪啊。我手拢已经我就是我是指挥家。我无。你看哦，我凊彩我行起内底，有无？安尼。对尾部安尼甲挂起来。哎呀，可以用料的呀，用料的呀。恁挂料是放在路的，还是放在对？大概2、3个拿 ，and then。你要直接绑也是可以，我跟你们讲，不然你教一下，不然让美智子来示范看看。你这个啥？
あのね、教えてください。じゃあ私も借ります。はい。安尼，哦，伊是做一届三撮安尼啦。哦，伊是就用现场就马上就摕一个，敢若咧拔锁啊，共款甲拔起来呢。拔起来安尼啦。拔起来呢，对对。免用甲手铃锁啊啦。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来讲，我挂，你去用。我拔去哦。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Let me do it. OK。好，来，我听。哇，安尼两撮。 好像太粗了，好像太粗了，是不是？拍摄拍摄，安尼收缩太粗比较难一点点。哎。啊，这是咪皮啊？这是皮啊吗？皮啊这不是呢，这不是呢。这就真正丢啊呀！这对咱台湾来讲，这个是比较长得不好的状况。安哥对日本来讲的话，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取下来哈，拿来做发酵的东西。だって日本这个可以做酒酿跟味噌。啊，所以讲你这是优先的土地啦。这基本上我们比较特别是无农药跟无肥料，有。我们把这自然农法。伊无肥是要安怎大？ 无啊，伊家己大啊，这些自然长大的，像讲咱人其实免特别吃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会长大。自然也是一样。嘛是安尼？伊家己大汉。咱较早拢咧讲6月风台7月水灾对无？啊，后来佫有一句话叫做一路行到迄个9月份的时阵，我9月台无人知，因为9月份的风台吼，迄个真歹去预测讲，伊当时会来，甚至讲。 敢若未来，但是突然之间的雄雄就浮出来呢。哦，对啊。但是即马唔是哦，今年是11月佫有风台呢。真正是，真正是。即马是11月佫有6月风台呢。对。这次风灾其实非常严重。有。直接切过我们富里这个区域啊，因为富里、玉里它其实是水稻的算是重点的所在啦，重点的地方，对不？特别又是有机的地方，有机的所在安尼，啊，规个拢拍过来安尼。阮那个算还好啦，阮那个家己个起来，然后就是呈现有一点半倒的状况。啊，真侪人个拢直接拍咧，收割会比较辛苦一点。像这种情形就让机械啊，因为即马有专门载机械来个遮个收了吼，收过，安尼。所以算讲恁遮也算好的啦。我们这边有的人遐会足，安怎讲足凄惨的。哎呀，我听人讲，拢含收都无法度收安尼。对，无变3成、2成安尼。2成安尼。哎，对。啊，你遮咧？6成。我看是安尼。啊，你即马就要赶紧收啊！差不多爱收，时间到啊。哎呀，啊，即马有咧请人食挂条仔饭无？嘛是爱请啦。就是咱今日帮因挂条啊，挂一个意思，咱我嘛是有像我挂条仔饭通食安尼。安尼好。台哥，你挂条啊，你有挂过？啊，你有挂过韭菜无？韭菜我是用挂。这分做主动甲被动。哦，咱主动去挂条啊。 那换做韭菜，就是被动用挂，咱即马都要来做一下真正好食的这个阿卡米索。まず麹を塩と混ぜます。あ、全部混ぜますか？全部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講即馬開始要先か。悄的ね。Mix together。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あとは聞かないし日本文の。日本語です。じゃ日本の外来語です。Mix together。はい。together。はい。500。500で。素晴らしい。そこに塩、今日は6%でしようと思いますが。塩。はい。お塩で。鹽啦。鹽。6%，就是伊的比例来讲，
这6%，伊的6%。哦，69%或6%？え、6%。6%。 69%，减死5代拉门啦，食了会拉门。好。啊，那超过60%，嘿，猪若食着，盐面就变做咸猪排安尼，伤咸嘿。规个人咯。で、これを混ぜ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すみません。私いいんです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なんで手をしてもいいんですか？手。手をしても大あ、大丈丈夫ですす。夫でか？大丈夫ですか？私の手はクリーンですね。あ、はい。じゃあ大丈夫です。はい。厨師的手就是万灵丹呐。万灵丹。嘿啦，安那做咱用手去感觉，你知影意思？就流利啊。嘿啊。塩と麹を混ぜたら30分置く30必要があります。あ、ここで置いて。ここで置いて。伊讲放半点钟啦吼。你嘛听有啊？听有啊。水啊，从台语甲日语是通的嘛，OK 啦，真通啦。その間に豆を潰します。豆を。はい。豆ですね。うちのレシピは米跟米1比1。啊，伊种1比1的比例。头拄是讲中文的。哎呦，中文啊，是咪咧？你为什么？我冇发现呢。我袂记。豆を測ります。ね。はい。塩。哎呦。全部で？全部じゃないね。这就是豆啊啦吼。你是豆啊，黄豆。500g。黄豆。500g入れたいです。啊，这豆蛮灵感种的。哦，不是诶，不过这是自然农法有机的大豆。哦，对，都是对周围朋友种的。人家就是互相交换了。对。いつもはすごく大量にするので、大きな機械があるんですけど、今日は少しなので、だいたい1回に100キロぐらい作る。100キロ。一回用100公斤呐。100公斤？对。做100公斤呐。唔过，对。一缸100公斤是要家己食，是要摕去分享，还是要摕去卖安尼？哦，对啦，就是阮家己食之外，嘛是会分享朋友，嘛是会去卖啦。对啦。莫怪我想讲100公斤啊，食完是要食到当时。啊，这一缸内做100公斤，啊无这豆仔是你咧用吗？唔是，阮用机器呢。我想那都要用我的手。大，我来。哦，用机器啦，有机器咧用啦。哦。就是咱即摆咧体验安尼。哦，了解。啊，你迄袂使啦。啊，袂使哦。这样一定要做油安尼才会使，你知影意思无？每一粒拢爱家用甲安尼。啊对啊，所以讲平时啊咧做这个时阵。老陈是你拢咧边仔咧看就对啦，哈，拢看太太做，啊连面煮好你才食安尼，哇，伊就看你赢，伊即摆咧甲你赢啊，即摆咧甲你赢啊 ，You should stare him。不会电脑工作。对。太多工作。哦，伊讲你有电脑工作。对，我们会分工。所以讲，伊原来做对你做体谅的啦。哦，優しいですね。需要开体力的拢安尼。哎呀，登起的对啦。他工作3个人的工作，and then 我说别人他做3个人的工作，and then 他说他不是做3个人的，10个人。哦，没有。哎，有些人我那真体谅，会计较，会计较。我已经甲你学咗3个人，你讲你唔知3个人，这里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是唔是？对啦。啊，是这生活趣味啦。对啦。说。今30分待ってます。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昨天台哥没有喝到我们精心制作的酒酿，那有没有兴趣要来试看看怎么做这个酒酿？伊是甲你讲，即摆来做一个，唔是叫你啉哦。当然啦，即摆咱出去要做事，要安啉，但是咱嘛拢研究做是咩呢？咱即摆做日本的甜酒酿，叫做干酒，阿妈才给。干酒啊，所以伊是真正你咧啉落有酒精的迄个趴素的。无哦，那亲像咱啉的迄个酒酿汤圆。安尼哦，酒酿汤圆是酒酿，但是比咱的搁较浅一寡。哦，较薄，较甜，较薄。所以这是袂烧酒醉。袂，差不多啉差不多10公升。哦，10公升。可能，有可能。It's no alcohol at all, right? はい。では始めます。簡単なんですけど、麹に。ごめんです。そう、これは麹です。麹どんくらい？これは水と麹の割合はそれほど重要じゃない。
重要？重要じゃない。重要じゃないです。あ。濃いのが良かったら水は少なめで、薄いのが良かったら水は多めで大丈夫です。うちは水はお湯ですか？お湯です。お湯です。はい。いや、塩水だ。70度。70度。七度は。それ入れます。じゃあこれはお湯だけ。砂糖はないです。ないです。ないです。内底无放糖，拢完全无。即摆就是水甲米，水甲米。全部的米泡热水里面，这样。即摆甲抹好平就对。これを電50度から60度の温度を5時間から8時間保つと蒸酿ができます。开始的时候要50度，开始50度以上慢慢，60度以下，电锅里面是大概60度。这个时间刚刚好，过5个小时之后，台哥跟大伦哥晚上在泡澡的时候，就刚好可以品尝。そうか。好，咱做讲究的，一定要30分。若无迄个味，就过拢唔对。系，5、4、3、2、1，系。你嘛至少挂一个表啊，你嘛无挂表啊，你咧看啥？上尾啊，一定爱画这啊，你知意思？系，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今混ぜ込んで。混ぜます。混ぜます。すみません。啊，你用手？我手 OK 啊。手有温度是不是较有差？如果太热的话，米机死掉，所以要40度以下。就是那是你今日发烧，你已经烧到42度，你手落有无？就无好食。我唔好加菜，我无发烧。好加菜你无发烧。温度不行，太热。即马要入去这个干仔来。我头一摆看讲原来米寿是安尼做，你知？对啊，我就想讲米寿应该就是超级市场内面就自动生产出来安尼啦。对，啦，鸡嘛拢鸡家己剁的啦，家己剁好安尼剁的。迄个鸡家己跳入去迄个机器内面。切好，家己剁，家己去剁的安尼。装满1罐就可以了。要压下去，电火按啦吼。袂使有空气，你知意思？你知意思？太慢了。どうでしょうか？バッチリです。哎呦！これで60度で一晩温めるともうすぐに明日食べれます。60度で5時間？一晩ぐらい。一晩。だから12時間ぐらい。我今12時間ぐらいで12時間。でも温めない場合は1ヶ月か2ヶ月ぐらい冷蔵庫で寝かす必要があります。冷蔵庫で1ヶ月、2月もできます。这是才足水的，水吼，哎呀，足清幽的。是。来到这个顶南内底，慢慢啊行吼，慢慢啊散步，突然之间就想要来吼，吟诗作对。来，倒坐。来啊吼，风萧萧兮易水寒呐。要是用这边冲啊？不太吉利，怪怪哦。这顶哪这种这对竹啊是在做什么？这是这几年整理出来，之前的时候吼，阿兰就是拢取这个竹笋。这靠有竹笋安尼啦。这是什么笋呢？这是拢贵竹。所以讲，即摆是种这竹啊嘛，是咧学迄个竹笋吗？唔是，即摆唔是，即摆较少农夫咧做这款物件。不过就是前几年，阮家农会跟在地的发展协会，跟这有一个东富禅寺的老师傅，就一起把这给经历起来呢。即摆个会使方便大家来这边参观佚佗安尼。咱小小串者，行者。好。而且咧小享受啊一个。这袂歹，这袂歹。这顶哪内底安尼？这个所在竟然轻松松的感觉。来，这盖正。你看这个
我想到迄个大理石有无？这有整理甲足好的呢。足好的吼。咱应该吼来遮泡一下老人茶。爱先创。其实伊遐嘛是会使放泡老人茶。啊，对啦。这四季位拢会使泡老人茶呢。你行到倒位，你啉的茶拢是老人茶。我是老人。拄啊，就伫遐，我拄着阮有一个朋友，田中桑，早啊，日本人诶。哦，田中桑。走，来，坐。你毋是日本人哦？我毋是日本人。啊，你人叫田中？我住的所在伫田中内底。哦，你住伫田内哦？应该叫做田中啦。田中，安尼我是姓金城啦。有。嘿，我是金城府安尼。这片我完全无要插小话了，对吧？这片顶内是恁兜的嘛？毋是，这是阮社区骨内的地主的。阮用社区的力量，甲阮这边的农会合作，甲伊整理起来，做成观光安尼。一般是处理啥物物件？竹笋、竹菇，去豆菜刀啊啥？阮东部的竹林已经无产业啊，北部是做建材，对，用迄蚵仔的，南部是食笋的。阮东部这边完全拢无，你看阮的竹个遐尔幼，即摆阮就开始利用开发讲以观光为导向，用3级带2级跟1级。什么意思？什么3级2级？3级产业就是观光嘛，3级服务业嘛，2级产业是工业嘛工业，1级产业就是农林渔牧。是安尼分的哦。林业嘛，这顶若需要去整理。以早遐竹仔无用途，就给伊拼掉，给伊烧掉。即摆阮有一套甲工研院合作的设备，生产迄竹炭甲竹醋。甲阮较来用竹炭甲竹醋开发别个产品安尼。我倒是想讲是毋做竹炭，竹炭嘛使做煤啊，会使嘛，竹炭瓦啦，竹炭衣啦，拢会使嘛，会使做安尼嘛。伊会当放入纤维内底。会当开发这款的啦。对，我听你讲话，你腔口真重呢，你是南部高雄人，就是嘛，南部腔啦，高雄人。嘿啦，你高雄人哦，我是移民来东部。是安怎讲会经花莲这个所在，经甲要已经差不多挖到台东啊？迄是真正是缘分啦，因为伫阮来花莲进前，阮伫澳洲啊，我伫迄边，若要结束的时阵，阮就甲罗山这个厝甲租落来，我就搬过来啊。迄当初你会来罗山是？伫因internet度看到，还是人家你介绍？真正是缘分啦！迄是阮母啊，伫租一个书姐，这是即个书姐因老爸的旧厝，即摆是交互因弟啊，因弟也要甲租出去。是安尼哦，一个大年，你嘛伫遮10几年安尼？当10年啦，10年9年嘛对啊。你伫遮，你是一个人，还是你有某囝？阮某嘛伫遮，我一个囡仔。恁某是在地还是？无伊彰化人。彰化人，伊彰化出身。所以讲，伊这算起来，恐怕饭做了好。你巴肚是过腰啊？我讲中华，你就知因迄哦，用迄起头安尼干掉的，土地内底安尼落去卤，对啦，落去控，嘿啦。还是讲因两个吼，那会甲做伙？你平常拢是啥？伊种稻啊，你种竹啊，你这。我进前开民宿嘛，即摆嘛搁开掉的啦，无倒去。伊就来阮兜住啦。我住民宿，就边仔咧租，阮就甲租起，阮就变成邻居安尼。资本伊先来遮住，所以讲你来大生啦，就去遮伊安尼。好，这缘分嘛真正有，是啊，袂歹。卡妙。你比较早操来几年？差不多1年啊。即嘛算讲同齐拍拼咧发展这个。经过社区就一起在为社区这个土地安尼，行路无啥共啦，但是大方向是共款的，就为地方发声，为地方好安尼。这就是竹啊出来，这是要弄啊？阮就伫遮就地把它破碎。为什么？因为无破碎，无法度放入去阮的炉仔内底。竹炭的炉有2种，阮的是加下的，所以阮需要甲伊拍做脆片了后，较放入去。迄种用土的，就是会当规片安尼入去。但是迄种烧一摆爱1个月，你烧一摆2工。所以讲你这拍脆了后，去烧出来迄个竹炭是一片一片。对，一片，是毋是安尼？对。搁有一个好处，你遐尔大支的竹仔要载落去，成本足悬。阮若做成一包一包的载，成本就变低啊，碳足迹会下降。示范一下。
即马竹啊伤淡，啊袂抗焦，安尼伤长。了解。但是你要试看卖无？我了解。爱找遐黄的。这地较大。会使吗？会使啊。可以搭。要试看无？安尼就完成啊！即摆以我看吼，这拍出来我那伤长，所以就要等下伊看守完全拢看守好势，咱才去啊。而且看守要超要等偌久？差不多1、2礼拜就会使。哦，所以这炒这个竹啊嘛是你，啊，迄边的茶炒的嘛是你。迄边的茶阮就无甲炒啊，可能就地甲破碎，啊看做成肥安怎。哦，啊，但是这是安怎落落来？这就即届风台啊，抗瑞台风风台造成的。是。落落来了，恁就捡来遮放安尼啦。嘿，所以讲，这算讲是安尼整理你的，甲整理好势啊。对，因为我这是做要做关公嘛。对。你甲看遐嘛，拢落落来遐有无？咱拢甲捡集中安尼。对。啊，做伙处理啦。对，这是我们这边相当有名的泥火山，然后这是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啊，总干事你好。哦，总干事你好。哦，啊，你这吸这些水吼，是要创啊？要来做豆腐的。做豆腐用这？对。乌色的对不？不是乌色的，咱摕等于上少要放10天才会使用。哎呀，你记唔对呢，伊迄个水伫木坡呢。伊是甲树。啊，这是甲树。下骹是有这个，袂算敢若迄个火山的迄种地形就对啊啦。对。啊，这台语安怎讲知影无？台语哦。温泉吗？唔是。啊，就讲火山。泥火山是国语讲，阮遮的人台语讲滚岩啊。滚岩嘛。滚岩嘛。为什么叫滚岩嘛？对。冇听过。岩石的岩。不是。盐巴的岩嘛。因为这水是咸的。这水咸的。对。啊，因为这个水呢，伊内底有一种物件，就会使代替石膏。所以这个水就会算讲是卤水就对啊啦，吼。对，啊是一般外口当然伊的卤水足侪方式啦，一般是用海水去提炼的。啊，咱遮就是免开钱，直接来遮得。好。安尼就好。这就是讲，今日去开偌济，免开100，免开200，互你开偌济，免开，灌一卡桶啊来兑对。是安尼，这个无讲百里，免，这比较乌白传，这比较讲的。安尼我先少问者，这个量看起来嘛无介多，会有人来抢袂？这个水你安那提都提袂完。哦。我安尼提掉，安尼一壳差不多2分钟就过起来。所以你等下哦，对，2分钟过起来。所以你无可能24点钟拢才摕嘛，我提早可能等一下啊，人落来摕嘛，一个来啊，安尼源不绝啦。来，我买下去，来，我来试看卖。好，安尼啦。对嘿，这卡路拢你拢唔免惊。这可能佫会使做迄个面膜有无？哦，对无？有真正有人来摕，对无？对咱的面的这皮肤我真好啊。来，利用看卖啊。这可能是有一个硫磺的味啊吼。无。嘛无，有土味是有啦，啊哟，不要紧，这免钱的。迄是鱼啊哟，对，都有鱼啊。迄是迄个花。哦，花啦，花瓣啦。边这花落落。我惊者，我叫罗麻。阮这溪仔才有啦，这无，因为这水是咸的。咱看后壁迄毋是，迄树仔拢打去。迄就是2年前，阮这有地动才爆发起来，啊，就抢去遐了，尾啊树仔拢死去。较早这拢田，啊，因为这是咸的嘛，所以猪仔就袂活会死去，
哎对。啊，你这20公升，安尼目前是有够无？是爱差不多到差不多啊，会使啊。安尼就 OK 啊，OK 啊。我20公斤足重的呢，哎，该重的呢，足重的啊，20公斤啊。你啊看，咱即摆提掉对无？是拢无呀。是。等下，可能佮浮起来。对，豆啊，一个月起来。哇！啊，这个腊肉炒偌深？唔知啊，唔知啊。有人摕迄个碟个插袂到大。真诶安尼哦。啊，我这无拄好啦，骹呢一个啊吼落入拔落。下哦，啊，大家注意些，大家注意些，然后看安尼，比如说浅浅啦，你腊肉嘛足深的。系啊，但是咱好约些啦，咱讲大家出这水吼。莫讲一概出伤多，虽然讲怎伊就源源不断的出来，是，哦，但是嘛是爱注意些。这对咱心嘛唔通小摊咧两家人，对吧？啊嘛还是要注意些。对，哦。来，今摆要来用这个石锅，是，请咱的理事长是替咱示范一下。基本上吼，咱这石锅即摆是大的吼，如果即摆落落的时阵，一定要先呛水，无呛水，等下就石头无石头。啊，了解。对，所以讲咱先呛水。哦。所以等下咱豆仔位遮入，磨出来就位遮流出来。是。啊，你有看咧奇怪，那安尼毋是规面。啊，就是这内底有一顺安尼。哦，好。对。啊，你若讲无水，根本就杀不杀袂叮当。会行，但是有声。哦，了解。水呛落了，即马这用国语讲的摩擦力就减少啊。即马这豆仔是昨暝浸啊，是。对，啊，因为豆仔若无浸吼，磨起来迄个蛋白质较少。哦，了解。所以一般咱豆仔拢会当先浸。哦。像即马这较冷的时间，拢差不多浸到12点钟啊。哦。我觉得。过来就是咱上重要就是，人要杀石磨这个人手。看到倒，唔好咧定难。唔免。你先下来，我惊你会我哭掉。莫遐济，你要考验我。无紧。安尼，哦。有啊，开始出来。开始啊，哦，安尼。白走出来。来，你走，你行你的，这就是爱有技术啦，嘿啦。你一春来了，你就讲。我会吹芳，我会吹芳。你行你。你行你。哦。你即摆是。我看到无？豆奶就位喺旁，好来哦，吹出来，讲真诶吼，啃豆仔是要有技术的啦。来，互恁杀，我来啃，互恁看一下。来，病到遮诶时阵才杀，生到遮诶时阵扭。哦。来，杀扭来，杀，伤早扭，爱食杀，食扭，这个病来杀，生到遮才扭。你敢若迄个机器人安尼？我 AI 啦，来你来，我来，我会当借问你较厉害呢。这个磨啊，吼，差不多偌久的历史啊？这低温豆差不多100年啊，100年啊，要100年啊。哇，这古董呢？其实吼，石磨啊吼，会使用几啊百年，100年算少年的。哟，保持这个速度就好。吼，你来看一下吼，我会等伊吼拄啊浪拍的时阵起落，夹起来，有看到无？来，杀紧的，我老师看啦，偌厉害，来。袂使伤紧，袂使伤紧，哦，继续。固定一个速度安尼就好啊。固定啦。对。我都赶紧啦。你若看咧，你无遐久才一输啊，所以你若讲要做一帮豆腐，是爱落遮济。哟。啊，毋知知影讲古早人去做这有够艰苦。了解。你要困去？你惊伤惯啊？你要困去啊？我在上啦。你在上哦。我上好准，你知唔知？真系哦。对，我较慢呢。安尼就会使，你系安尼。咱即马偌济吼，差不多拢总系差不多1/10尔。哈。咱今日爱用的豆仔佫足济。哟。对。好，来，即马咱要甲豆奶煮好滚，这拄啊因两个磨的。较轻的。可惜，较紧的。无带奶啦。安尼。好来，啊来时阵吼，尽量唔安尼洗，因为吼，其实咱鼎这上纳乌的所在就是中心嘛。对。所以咱哦做工课做重点就好。安尼吐过。吐中就好。对，轻轻啊就好，莫伤紧哦。对。嘿。为什么？安尼你见摆咧做，我拢感觉你有50斤。你这边拢是锁掉的。无啦，爱出力。无咱迄个元宵有时阵，迄个灯会有迄个灯车无，花灯的灯车，啊面顶的人拢参与即摆即个动作，就共一个啊。有影呢，我讲，伊这速度足紧的，会掉顶哦。会掉顶啊吼。有影。
豆仔的芳气，即马拢清出来。即马若温度愈悬愈烧，香味会愈走出来。哦。咱做豆腐其实上开时间就是煮豆料。安尼，这位花顶的阿伯差不多就要叮当到当时，才有法度甲伊的开关甲禁起来。哦，这爱看伊滚啊无滚安尼。哦吼。对，对。阿伯啊，你有咧滚无？我讲，豆泥滚倒啊，我若滚倒嗨啊！我是惊你腹肚咧滚。要来试一下无？你今日拢无试呢？我感觉讲，你是毋是甲阮两个当做恁某？你莫徛伫咧边仔咧看。没讲啦，伊讲有咧做啊，我咧做啦。因为伊咧要厝咧做，所以因某都徛边仔咧看。咱无看到尔啦。诶，啊，你住遮遮久，你毋捌来遮？厝边你有啦？啊，你有做过无？无做过啊。毋过来看过就侪届。诶，我感觉讲恁遮哦，应该甲做伙，比如讲头一站是因遐。吼，体验者挂吊啊，啊，再来你遮搁体验者，我豆腐安怎做，啊，再交关者，啊，买啥物件，食者，这是阮即马就是安尼，这行程就是安尼啊，对无？对。其实即马还有一寡啊无介绍到呢，尤其是阮遮体验的活动足济。有，因为你若讲2工1暝，遮拢差不多啊。对。啊，你若讲选一位安尼，较3工2暝，对啊，遮拢算了。其实喏，迄过心过拢会安尼足开，足开快啊。啊，遮民宿拢生理拢会好。对。而且遮体验吼是，你伫别个所在拢体验袂到的。有看到无？有咧播啊吼。嘿，爱做个安尼哦。啊，即马爱。咱即马煮滚了，爱甲好起来，放伫即骹。咱即马有煲啊，甲迄豆腐离掉。哎，你做这做几年啊？10几年啊。10几年。阮爸爸手教我做10几年。哦。所以本来遮豆腐就是爸爸咧做。对。啊，本来你是咧外关市咧食头路吗？对，家己开公司做铁啊。做铁啊？哦。都一种的，白铁啊是 stainless。拢有。拢有。系拢有。做工厂的哦。对，我家己有工厂，我是做工厂较济啦。工厂较济，啊，即马也有吗？还是交房？我甲工厂规个交房。啊，转来回乡的我，回乡来做这，走遍了天。好，安尼好，天就好啊。其实做这豆腐，阮阿嬷迄当阵就开始做啊。啊，其实这你是毋是自细汉的时阵就有兴趣啊？嘛毋是啦，就是讲10多年前，阮爸身体较。算我年纪大啦，我知，就希望讲阮遮有少年转来食。看有人要接有啦。对，就叫我转来，我就好啦。啊，就甲工厂结束。哟，就转来。嘛是。伊对爸爸遮尔好，爸爸讲你无就转来做遮豆腐的，啊，你本来是做铁的呢。对。嘿啊。啊，但是讲真诶，迄个阮做迄个算时机嘛有较无好。哟。对，嘛算讲一个想要转型啦。对，啊，拄好这个机会，阮爸讲希望我转来。无就转来。有可能一站嘛。无就转来。啊，是讲哦，咱就转来。哦。啊，等到转来了，生意搁好。好。哦，水。算咱嘛有一个变化啦。那较早老因经营的方式，甲即马无改变者。OK， 好，咱即马我先示范一下吼。来，咱因为咱若固定一个所在吼，我就会踢掉。好，来，咱正手较悬的。好。好来，倒正手较低来，有看到无？哦，这就是咱磨落的豆腐。啊，你若无叮当吼，伊就踢掉啊。啊，所以讲咱小可摇者吼，咱即马甲煲啊转落按。哦。这个我捌看过。这个是，我捌看过。转落按了，因为这手袂使去甲摸。对。来，咱有鸡丝。鸡丝哦。鸡丝。甲地者。哦。这有，看来有想到啥？炊饭的啊，饭桶啊。对无？是毋是？顶看啦，饭桶。顶看啦。啊，这就是饭桶的汤瓜，面顶的汤瓜。对。顶看。啊，小可地者吼，啊，因为安尼下摆搁煮较济豆奶起来吼，小可搁等下上尾啊，身躯的重量较煮落。好，安尼就差不多啊。哇！安尼就袂低啊。哦，这差不多95%以上的豆奶就互咱煮出来。啊，这剩的就讲较早吼，留一杯用蒸的啦，用炒的拢会使。啊，即摆吼，咱甲拄啊迄过滤好的豆奶倒转去鼎，搁煮一盖，因为咱离过了又捌着空气，所以讲即摆温度较低。哦，差不多迄当阵啊，应该剩80度，即摆咱爱加滚转来。滚转来。我较要讲你这做法足搞工的呢。用较搞工，用较搞工呢。真的啊，啊，因为咱用机械部分较少，
大部分。对。咱最主要是讲，互咱遮毋捌看过做豆腐的，是成为古早人安怎做，咱就安怎做安尼。安尼了解。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咱若讲即个做松泡菜对无？有一个食谱。传互你，这手路菜安怎做，你就照做。啊，有的人就一直咧改，他妈改到尾啊，歪高四川，你知影意思？对啦，你拢走精气，是啦，我想安尼，所以要食原味，咱就老鲜呢，互你啥物，你就照做就对啊。对啦，你若改过，你就不中不义啦，你就不好啦。番薯咱就照步来啦。嘿啦，就安尼。我有当时嘛是讲要想改食的，阮爸就讲，我甲你教安尼。教安尼就是安尼，改啥？对无？啊，你就要你有思考讲。像咱爸爸讲安尼，真正是对，有道理。你有捌想过？有。开始的时候你会反抗的，你老的安尼就好啊，咱是咧遮晦气安尼。慢慢咱发觉讲会安尼嘛是。气味就是无共。对。这有影。好，安尼即摆要放这卤水啊。水吼，就是阮爷妈遐摕转来，变遮清。对。即摆豆奶已经滚啊，对无？吼。来，先倒就是搬落。一搬落去了后，咱用这个针丝拉一盖，一盖尔。一盖落。来，互恁看着，豆奶已经开始变化。因为你若一盖落去，伊会反应会伤紧。所以讲，咱就分几啊盖做。原来，这有美感。对。像咱唔知影，咱就做一盖甲落啊。这吼，就是阮用这火山水这有无吼？咱讲滚盐啊水，这去做豆腐上大的特别就是。外口人用石膏做，你即马看到这个水是无的。所以讲用石膏做的水就是甘水较济。用这做的时阵甘水少，蛋白质就足悬的。就足悬的啦吼。但是缺点就是做无豆腐，遮你看这可能等下滴起来无5斤的豆腐。上尾咱要甲好起来吼，甲好起来，讲你无啊，吼即摆咱甲用布甲包起来。好，哇，挂甲藏起哩。即马开始，咱就爱用身躯的重量甲底。等下吼，来脚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好，来，这大补往向头前，4支毛旁边啊有烧水，好安尼，好下去。咱差不多2个人轮流咯，拄仔可能较久一次啊，不要紧，一个10秒10秒安尼。来头家起来看头前。主要说用身躯的重量尔，咱毋是要出力。咱即摆是换节目啊吼，瑜伽天地安尼。这若足济要做过瑜伽的人拢会讲，这来什么式安尼哦？向日式。好，来换少年的来。来，我来一边哦。来10秒吼。开始未 ？1、2、3、4、5。你的秒数敢若较慢呢。来，搁5秒，好无？来，5、4、3、2、1，好。新年快乐！即马拍开已经好啊。已经好啊！哎呀，你看，安尼就变豆腐啊。咱即马这就会使随食。这就是要用有这个形啦。对。有诶，咧外口市场咧卖，细细角角，方方正正。但是我感觉讲，咱这看起来较自然，对，较天然。是。这即马看到是安尼啦。嘿啦。等下咱变过来，安尼洗过来。安尼。洗过来。对，洗过来。看去这。咱即马拍开，来豆啊，较慢的哦。来，慢慢啊倒。好来，安尼就是豆腐。水，这就是古早人种的传统手工豆腐。哇！我讲，咱若看到一个食物，你会笑。嘿，你唔知内心是偌欢喜，你知影意思？花开啦，足澎湃。来，我即摆会使开始啊嘛，老师。基本上吼，咱要食豆腐进前，先为倒开始。豆奶先啉。为虾米？遮所有物件拢有掺其他芳气嘛，所以豆奶敢若较顺。对，啉者才知影讲这豆奶好啉。来，安尼。
这无南糖，拢无。但是有迄个自然的甘甜呢。哎呀，老师我敬你。我甲你讲一下吼，是，咱豆奶煮好的时阵，要较好啉吼，就是放一撮。哦，够好啉的好啉啦。咱这款豆啊吼，煮豆奶好，做豆腐嘛好。伫台湾我试过足侪豆啊，咱这个豆啊上好。哦，花莲1号吼，对。刷落来，豆奶啉了是要食豆腐开始。对，开始啊吼。你会当加迄几块啊？我知。这袂算安尼焼起汤锅。对啊。玉子烧安尼。玉子烧。哦。焼起汤锅。系。先安尼。系先安尼，嘛已经一半啊，无要偌济。毋知有迄个豆油无？对吼。食一个完美的啦。内行的嘛吼。伊咧台北拢是找迄种怀石料理的啦。较早阮做囡仔吼，就是爸母豆腐做好吼，就是运这无过料理啊，无过料理啊，无过料理啊吼。对，就直接运豆油，吼，搁较好的就是阮搁干一下蒜头。我嘛爱用一个原味的，试看卖啊。是，哇。变啥货？怎么？最后卖哦，太好食。袂伤咸。我个人我试看卖啊。介意食用豆油运，对无？是毋是？我咧你来讲，这无伤咸吧？我无夸张嘛，无吧？拄到内行的。系啊。伊这内面的剖面图规个拢无空气呢。我讲去刘老师遐吼，买因的米线，才来煮一用这豆腐的米线汤。It is good, you know。这豆腐啊煮汤哦，讲真诶，会比即马更较软。对无？我讲青菜豆腐汤，对无？对。放一下토마토在内底，토마토吼，搁放上简单就是上简单，麻油、紫菜。哎呦，你们煮一碗好无？无吗？无，要无先说啊，煮糜搁煮一个。我甲你报遮侪物件的，是毋是？哦，这好物件啦，豆腐吼，咱的料理足济啦。所以我拄仔看这豆腐应该做。对。这是往来的吼。对。这就较传统的咯，用咱台语讲米布。哦，这是豆乳哦。对，豆乳。够好食。有糜无？即摆食完了，下晡啊啦，无糜啊。哦，这食糜吼，菜脯卵，吼，迄个笋干，甲含迄落啥豆腐，哦，这若坐早顿有够好食。这有够好食呢。清饭嘛是清饭，有清饭无？有清饭无？拢无。这我讲大条。这几个迄个啥豆乳大条，真的。你敢有人讲食豆腐配豆乳安尼？有啊，大家嘛讲安尼足合意的。阮其实吼做这豆腐吼，就是超20多年前，台湾开始左手2日，就是政府讲希望讲，这是毋是咧转型讲，互都市的人会使来遮佚佗。迄当阵啊，就是讲爸爸因迄代啊吼，就甲阮遮庄的内底有10寡的长辈，讲希望讲阮遮老辈会晓的遮的技术，也是讲咱咧做啥。大家知影，拢无咧唱播啦，对，拢无咧唱播。提出来讲这大家来，较早咧做这豆腐，大家看一下。无要紧恁学无要紧尾啊，大家这好食。好食。阮就开始做这套，大家来学，拢不要紧。安尼。体验农家啦。对。应该安尼。你几个拢合作伙吼，做伙用这我迄旅游的行程，对我们叫生态游。是啦，一定要甲介绍出去。是。哦。安尼去，咱这2天实在是去足侪位的。咱会早起来就去迄玉里遐已经做玉里面的店啦，已经第3代啊啦。对。迄个头家算讲30几档哦。毋捌晓过。
捌休困哦。结果想想安尼嘛对，伊若休困，伊下面遐卖面的面档啊，要安怎？对啊，伊刚看到伊因囝咧遐做，对，吼，毋捌停的啊。真厉害。啊，因囝嘛真好，真友好。因为这几届我拢有一个感觉讲说，即马有足侪少年的吼，拢真愿意讲转去故乡，或者讲咧缀伫咧爸爸妈妈身躯边去接因爸爸妈妈较早咧留下即个事业，或者讲一寡传统的技术，这是使人感觉到足安慰的。对啊，哎呀，啊，然后搁去迄个深山啊咖啡，这嘛是第二代，啊，搁转来即个要甲爸爸原本妈妈留下这物件吼，咖啡园啦，或者讲就啊农作物啦，会当用较少年开的方式，啊，继续结合着科技啦，结合着产业啊，在地的发展啦。其实咱伫咧原本的故乡嘛，就发展的。是啦，我感觉即抓非常的感动的，就是咱老一方老发的，嘿，咱神父遐。是啊，这就是你的迄个天资。因为我原本是想讲咱去吼，应该足顺利的，想要靠讲伊无伫的呢。对啊，但是伊是去追坐遐共帮忙祈祷，去有人看病，对，啊祈祷看伊当这身体健康，甲人祝福，是免要甲祝福安尼。对啊，啊所以讲，咱等伊遐转来的时阵哦，我看到迄个 father 伊的迄个眼神吼，我真正记载袂了。是啊，真的我已经靠一半，你知？差不多。是啊。我看到你的目睭，迄时阵全部拢干目我屎。干着目屎安尼，唔敢流落来。对啊。歹势安尼，但是足感动的，因为吼，伊迄个眼神充满着慈爱的即个眼光啦。就是平等，看啥物人拢平等的迄个感觉。你若无拄着，你会感觉你袂相信讲真正佫有一款人。系啊。伫咧咱的身躯边，伊佫毋是咱真正吼伫咧台湾遮出世的人。系啊。伊是伊来遮58年。58年。啊，阮讲诶，阮台湾出感谢你诶，伊讲毋是哦。哦，我感觉讲，我要感谢台湾对我真好，我应该感谢所有人。吼，我看听到这我已经记载袂着。照理来讲，大家拢无想要过遐尔啊辛苦的生活，但是为着别人的幸福，伊会牺牲家己的健康、家己的困眠。愿意安尼？嘿，我可能做，我无做。啊，落尾咱就来甲即个老先生因兜。啊，来遮吼，我感觉讲因太太嘛做野餐死的，对。米所该做的哦。嘿。啊，迄阿妈早给甜酒好啦。甜酒呢，啊，有人讲酒甜啦。酒甜啦。哦，啊，伊即马做好啊，咱即马食看卖。哦，咱会知是毋是？是这吗？就这啊。哦。はい、乾杯します。乾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美味しい。哦，想袂到讲一工。伊甲咱连这，伊甲咱连这个，较无共，因我路上。不好意思，来看两位洗澡。我们在这呢。我们有自己家酿的好东西啊，我们是指专门就是给好朋友喝的饮料，要不要来尝一点点？哦。酒ですか？酒。是啊。对。whisky。whisky sake。お米のウイスキー。ああ。こっちは梅酒です。梅酒で。はい。梅酒ですね。美酒。美酒。あ、这就是梅酒。whiskyですね。whisky。迄差不多几年诶？这3年。失礼します。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いい匂いですね。哦。应该很味道很棒哦。アルコールが多分何度ぐらいで？多分40なんで。40以上で。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おお。いいね。あ、呼ばれました。はい。すごい。美味しいね。あれ就水や。美味しい。これは日本の家族にすごく人気です。あ、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该做的做到安尼真厉害。而且有留迄种，唔知是为什么我啉到敢若迄松茸的迄个气味。松茸，香气啦。哦。以我来讲，我无咧啉酒的人，我就讲这实在有。这普罗的。但是这嘛，对这个学生的身躯顶吼，我有学到一寡物件。是。就是真正咱人吼，啊，唔通停止学习。
对对就随时咧，你家己若有兴趣的物件，你有热情的物件，你就必须真正是维持你的热情，保持你的动力去学。就是安尼。有面修，来お願いします。我虽然无啉酒，不过这支我啉，哎呦，好喝啊！真的，好喝好喝，来。这敢若搁较适合阮吼。不思議です。素晴らしい。真的哦。第一次做嘛？做每年都会做，每年都会做来分享。何年から6年7年前。哦，越放越好喝。真正好食。是。但是咱我现在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规家唔通啉酒啦。唔通，洗身躯会使啉。是讲来恁遮吼，这庄仔内大家拢是非常的有才情呢，做豆腐的啦，吼，啊，搁有恁这个咧做米素的啦，种稻啊的啦，种米过生活啦，阮就来过生活安尼。还有迄个炒竹仔的啦，炒竹仔吼，对。啊，做竹炭的，对。因遮吼人才太济啊，各有千秋啦，对啦，吼。各有好处啦，各有好家啦，是咪？啊，住伫这个环境，真正是感觉吼，就无想要离开啊。哎，真正是。系啊。我一住就住10年安尼。对啊，一个啊目睭一个是讲我感觉讲恁吼安尼，大家若拢合做伙，吼啊观光的人会当为遮开始佚佗，为恁兜开始要安怎做米索，做阿妈扎克，啊然后再去看迄个泥火山，啊搁去做豆腐。来遮就变做是讲，你会当有2天1暝的这个行程来安排，就讲3天2暝拢就 OK 的，对无？啊，即马因为咱花莲台东嘛，就需要讲咱乡亲朋友吼，不论讲你是住伫咧中部、南部、北部，大家拢会当来到咱东部的这条线来看卖啊。对，一个好所在啦。有乡土有现代啦。会当伫遮安尼浸一下，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幸福。又搁到了咱那分开的时间啊，这2天恁来甲阮照顾，非常的感谢。谢。尤其是带阮去真侪所在，啊，你甲多在嘛上。谢。啊，对，有物件。是不是？这个，是嘛是。来，这个。小小心意。感谢，谢。小心意，是嘛是？谢，咖啡呢？可能就这啥？伫花草地，伫咧花莲有真侪和恁共款，就是为着这片土地咧奉献、咧付出的人啊，尤其是青年朋友，即个咧做的吼，做咖啡咧种咖啡豆啊吼，佮减你几落岁安尼啦。Remote mountain， 青山咖啡。是，阮嘛识。识吗？啊，你原来你嘛，住隔壁啊。喂，什么大隔壁啊？无咱想讲，歹势，感谢。八个来，我这歹势，我咧想讲，这个物件因可能厝内面后标志。无啦，阮这第一届收到。哦，安尼就好。真的哦，欢喜。虽然住隔壁，但是捌受过这不，这介好。惊这个呢。啊，但是恁平时会互相斗3工吗？阮就是有熟悉，会去遐啉咖啡安尼。哦。去食蛋糕。eat cake, right? Yeah. 会带咱2天是毋是对台北买物件落来？安尼较好。无紧，这介好。好，安尼你们来做，就是离情依依那安尼啊。哦，安尼物件会记你赚的，无看他们后一个回来摕。有。咁啊，后日咱就用这个理由吼，转来摕物件袂记伫遮，搁转来游览一下。哦，安尼介好，安尼。我入去放一支手机。手機啊唔通啊，別當吼。またこのぜひ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みません。お借りかけなんで。ごめん。はい。
好，谢谢，非常感谢，感谢您的交流，谢谢，小心开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惊一个。不扫兴。すいません。